好，来继续来看，位于桃园路德的台北俱乐部俱乐部，这历届的董事长甲总经理，拢是由退役的将军来担任。今年下半年将要进行党干事的改选。周刊来报道，讲民众党的立委林国成向身为会员的公股银行施加着压力，要来替党干事改选的委托书。林国成是出来背回讲，是办公室接到选民的拜托，合法打电话去询问，无强迫，嘛无施加压力。对周刊的报道，要保留着法律的追诉权。要甲大清德讲，我咧。伫造车场合讲垃圾话引起议论，虽然讲民众党立委林国成以情绪失控造成失言误会失礼，即卖又搁卡着争议。桃园市路德的台北高尔夫俱乐部历史真悠久，董事长、总经理大部分拢是退休的将军伫做。风潮讲林国成向身为会员的公股银行施压，要提党干事改选的委托书。我们办公室绝后显明的请托，然后在合法的范围帮忙打电话去询问，从头到尾没有强迫，也没有施压。更没有任何滥用公权力的行为。目前会员差不多5000人，现役甲退役军人就占3000。会员当中有真个公股银行11个董事会，军方6席，民间5席，下半年的改选。林国成现在被爆发出来的这个案件，绝对就是特权的施压，甚至不当的用国会立委的权力去压迫这些公署、公营的行库的经营者，我都觉得这是非常难看、吃相难看的做法。台北高尔夫俱乐部党干事会捌被批评是相信背苗，引起不满。顶一届改选，各放下讲有立委关切，被讲是施压的林国成表示讲，其他委员卖做类似选民的服务，对了抗议报道甲事实无符合，嘛将保留法律的追诉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